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3年2月初4。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2篇第1节到第9节，以赛亚书第29章13节到16节，马可福音第7章第1节到第8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传统。传统是啥物？有遐尼重要吗？虽然咱讲传统是人的作为，但是却影响人真大。伫使徒行传15章记载着，保罗伫第一届宣教旅程以后，倒转去到伫安提阿报告分享伊宣教的结果时，却拄到犹太人大的反对。主要原因是因为因要求外邦的基督徒必须要先接受代表着犹太礼仪的割礼，了后才会通得到救恩。简单的讲，就是因的意思就是要爱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进前必须要先接受割礼，才做犹太人。这就是先正做选民，才会当得到上帝救恩的这种的思考。这并无合伫圣经救恩的原则，乃是将文化的传统来高举悬过真理。换一句话来讲，这种的敬拜，毋是真心诚意的敬拜。好，咱亲像讲文化传统比救恩搁较厚。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安尼讲，伊讲主讲，这个人民认为因伫敬拜我，因用指尊敬我，因的心却离开我。因的宗教但是人间一寡规定甲传统，背甲真熟，读甲真好势。因此，我要搁一摆互因疗伤袂到，会来打击因，互因着惊。伫因的中间，聪明的人的聪明拢会无路用。真精明的人，因的精明一点用途都无。这高举文化传统的人，通常是无明白上帝的心意。因不断掠家己做上重要，佮较认为家己会通代表上帝，但是事实上，因却无真正明白上帝的救恩。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到17节，安尼讲到救恩。上帝遐尼疼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予所有信伊的人，袂得到灭亡，反倒转来得到永生。因为上帝差遣伊的囝来到这个世间，毋是要来定世间人的罪，但是要借着伊来拯救世间人。亲像安尼，救恩是犹太教徒以及遐个只有重视传统文化的人，因所袂通了解明白的。因为保罗伊嘛是安尼讲，保罗讲，如果你的心来宣认耶稣是主，你的嘴来宣认，心来相信上帝予伊对死过活，你就会得救。因为咱心里安尼信，就通成做义人；嘴安尼宣认，就会得到救。罗马书第10章第9节到第10节，
即两个经文的意思是讲，上帝的救恩是要赏赐互囝仔愿意相信、欢喜接纳的人的。即两位的经文拢提到着得救，但是拢无讲着割礼，无讲着文化，也无讲着传统。伫马可福音第7章第1节到第8节的经文，嘛是安尼提到着犹太人祖先的传统。圣经讲，法利赛人甲耶路撒冷来的一寡经学士做伙来见耶稣。因看见耶稣的门徒中间有人用无清气的手食饭，就无亲像法利赛人安尼先洗手。原来法利赛人甲一般犹太人因接受祖先的传统，若无照着规定先洗手，就无食饭。对街路买来的物件，若无先洗过，也毋食。因抑阁受着拘束伫济的传统的规例。好若亲像要安怎洗杯仔，要安怎洗鼎，要安怎洗铜器，甲铺床等等的代志。因为安尼，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就问耶稣：为什么你的门徒无遵守咱的祖先的传统，竟然用无清洁的手来食饭？耶稣讲：以赛亚指着恁遮的假冒伪善的人所讲的预言是对的。伊讲上帝安尼讲：这个人民用喙舌尊敬我，因的心却离我远远。因竟然将人的规例当作我的命令，因敬拜我拢是枉然。耶稣讲：恁束缚人的传统，放弃上帝的命令，这实在是真值得咱思考反省的一项事。因为所谓的传统，毋是指着一寡遮的文化习俗尔定。原来是迄种思考讲阮以前拢是安尼啦，还是讲阮过去拢较保守啦，所以就莫改变啦，还是讲只有某一种语言会通来敬拜上帝啊，等等遮的阻碍着教会发展、高举自我、违背上帝救恩的传统，遮的拢是。因为只要是高举家己的想法，阻止人得救，就是得罪上帝。耶稣基督捌对法利赛人安尼批评因讲，圣经的记载，恁这般伪善的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入要害啊！恁当着人的面头前，将天国的门关起来，家己无要入去，也无要互遐个想要入去的人入去。恁遮个假冒伪善的经学士，恁害啊！恁侵占寡妇的便宜，吞因的财产，却伫人的面头前来表演长乐乐的祈祷，所以恁一定会受到严厉的处罚。以赛亚先知嘛是安尼讲。遐个上帝恩宠假冒的人入要害啊！因伫暗中设话，掠做无人看见，无人知因伫做甚物代志。因颠倒是非，到底烧灰仔的人会较重要，还是烧灰仔的器具较重要？人所做的物件，怎会当对人讲你并无做我？或就是讲你毋知你伫做啥物？
基督徒爱会通努力来脱离文化的束缚，来离开传统的捆绑，才会当真真正正的得救。佮较毋通家己去制造迄个传统文化的限制来限制别人。诗篇112篇第1节到第9节。哈利路亚，称赞上主，敬畏上主，深深意爱伊界面的即款的人真有福气。因会子孙伫以色列会地一定会强盛，正直的人的后代一定会受祝福。因家内充满财富，因的好行为要存到永远。正直的人伫黑暗的中间有光伫照因，因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慷慨少人，佮公正处理家己的代志的，即款的人事事顺利。义人绝对袂失败，因永远互人笑脸。歹消息因拢毋惊。因为因心坚定，倚靠上主，因的心自在，拢袂惊吓。最后会看到对敌，互上主拍败。因慷慨真济善正人，因的好行为存到永远，因的头会当业悬，受人尊敬。恳求上帝帮助阮来赢过世界。无互阮受到限制，伫传统文化以及人类的自我规范，帮助阮活出上帝的形象。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